同年纪，叙利亚大地震已经过1礼拜，超过37000人死亡。一个13岁少年家待伫咧涂骹底182点钟，医急抢救出来。菲律宾海巡指控中国海警骚扰因的船，佮用军方的镭射光钢枪，造成几个船员目睭暂时失明。美国动物园举办特殊的政治节活动，互民众用情男女朋友的名甲加纸号名伺候动物者，助民众消灭保护的回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头一站行到南半球的纽西兰，热带气旋加布尔瑞是当咧吞达纽西兰，北岛有真侪所在拢因水崩山路断去。总理斯普金斯今日是宣布讲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这是纽西兰有史以来第3届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半暝风雨真大，门前道路已经予大水淹掉，消防队员走总协助民众撤离。经过长长的一暝，透早醒起来，风雨虽然已经顿去，但阁有一寡民众眼前依然是大水侵蚀，车辆予大水冲到歪去，也有民众赶紧走去饮水龙田救出羊仔。热带气旋侵袭纽西兰北岛，民众是要哭无目屎。Everything last night was just horrific. So, but the devastation is just, oh, it just makes you want to cry. To be honest, very upsetting. 为日时空气画面更较清楚看到，会当讲看袂到陆地，公路特别互冻起来雨水淹了了。那这条公路因为规片山壁放弃，交通中断，部分地区连续落雨达到18毫米。北岛上大城奥克兰雨也一直落，大批民众被逼撤离家园。纽西兰政府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调派国防军协助居民撤离，运送物资甲清理家园。People will be aware that a national state of emergency has been declared, and that means that we'll be throwing everything at this to make sure we're providing as much support to the response as possible. 热带气旋礼拜二侵袭纽国北岛北部海岸，强风大雨，几个所在出现灾害，厝淹水，电力中断，有学者认为受极端气候冲击，纽西兰即马处理天然灾害一直出现时代。即摆是纽西兰政府第3摆颁布国家紧急状态，正前2摆分别是2011年的基督城地震，甲2020年新冠病肺炎大流行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同年纪，叙利亚大地震已经过1礼拜啊，是超过37000人死亡。搜救团队是还搁咧拍拼救人。同年纪有一个13岁少年家，被带伫咧涂骹底182点钟，机智抢救出来。也若是叙利亚，因为内战的政治问题，国际援助拢无法度去斗相共。目前叙利亚总统阿塞德是同意互联合部队边境甲物资送去反对派控制区，先救人较要紧。将救援队员的手压条条，倒伫坦架准备送医。这名13岁青少年伫土耳其东灾区哈塔医生，待182点钟了后，机即互救起来。现场人员忍不住扑下声欢呼。土司大地震已经造成几万人死亡。虽然国际救援队已经慢慢撤离，真侪搜救行动却也未放弃，陆续找到未少生还者。不过，就算国界援助一直涌入灾区，长期受到内战所苦的叙利亚，灾民却真歹分配到充足的资源。المساعدات عم تيجي لمراكز الإيواء، تمام؟ واللي برات مراكز الإيواء ما عم يوصلون شيء. We need more routes in all areas in Syria and more access across the border from Turkey. 拜伊甲联合国官员会面了后，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已经同意，互联合国3个月时间，透过土司边界加开2条通道，加上原本使用的人道走廊，有3条通道运送物资到反对派占领的北部地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望，紧急粮食援助会当扩及土司能够超过30万灾民。President Assad confirmed the need for urgent aid to enter all regions in Syria, including those under occupation and under control of the armed terrorist groups. He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efforts and focused on helping to rebuild infrastructure in Syria because this would be an urgent necessity for the stability of Syrian people and the return of Syrian refugees to their cities and regions.
土耳其救灾现场时传出墨西哥搜救犬殉职的消息。墨西哥搜救队即摆出动16只搜救犬参与任务，其中一只伫进行搜救的时阵，不幸互倒去的残骸缀着沙地兰。队员伫当地为举行告别式，连续呼叫3摆伊的名，代表伊已经完成任务。公视新闻由颜编译。世界文化遗产加治安泰普古城，嘛伫咧这边的地震当中害甲真严重。当地民众拄咧烦恼水电、路厝免啊停起，搁较烦恼讲因是靠观光咧食穿的，即马景点拢歹了了啊！以后若无观光客要去，因就活袂落去。土耳其这回经济损失，恐计是超过840亿的美金，等于就是代表2兆5000亿。行伫遮街路是真有古早味。土耳其加济安泰普是世界上上界古早的城市之一，市集真有广雅气氛，是声袂少游客来遮行达。不过熊熊的大地震，速大影响当地观光。Azındı, çok azındı. Yani nasıl yani? Burada çok kalabalık oldu. Şimdi hiç yok kimseye. Herkes korkuyor. Çok korku var yani. Kimse de evde oturmuyorlar. Tabii ki değil. Yani çalışacak psikolojimiz de kalmadı. Gücümüz de kalmadı. Çok etkilendik. Şey olarak mı? Yani şu anda kimse turizm falan düşünmüyor. Şu anda yalnızca gelenler böyle TV programları ya da AFAD için. Diğer ülkelerin AFAD'lar yani. Diğer ülkelerin yardım için gelen insanlar var. Öyle müşteri ya da turizmle ilgili hiçbir şey yok. Şu anda hiç sıfır yani. 规看起市集是无啥人，嘛无啥旅客，大部分的店头门嘛是关的，生理甲生活恐惊受到影响。即马就连当地真有名的古迹，嘛损断了真严重，会当讲是无美兼润滑。一暝尔青年的古迹就规个变款，加在安泰普古城，红列做是世界文化遗产，就伫咧即届的地动中心，就惊真好恢复原本的模样。毋但伫咧加在安泰普，土耳其袂少东南部的城市，嘛共款受到牵连。都惊规个经济产业要用真长的一段时间才有法度恢复。Biraz zor görünüyor. En azından bir 3-4 ay çünkü zaten şehirde de ciddi bir çalışma var yani. Hani devlet tarafından da çalışmalar olduğu için şehirde giriş çıkışlarda da kontroller olacaktır illaki. Turizm açısından en azından bir 3-4 ay biz gözümüzden çıkardık. 根據土耳其企業甲商業聯合會預估，土耳其第即屆地震，包括車路、電力、通訊，抑個有學校甲病院等等的基礎設施，損斷是真嚴重。經濟損失恐驚超過840億嘅美金，差不多代表2.5兆，佔 GDP 的10%。大地震了後，毋但是厝倒去，民生經濟嘛是即馬愛面對嘅問題。記者綜合報道。世界上大條，帶大家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新聞重點。頭先來看日本產經新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名經濟學家石田浩男接任日本的央行總裁。現任的總裁4月7日任期滿了後，但是確定由石田浩男接任，伊就是日本戰後頭一個學者出身的央行總裁。韓國朝鮮日報報道，戰爭對抗日本的電影主題，英國佇咧南韓票房攏真好，不過最近票房煞是真淒慘。評論家就認為講，南韓的少年人看待日本的角度已經改變啊。首相的主題當然就無市場。英國《Times》報道，英國74派地方政府宣布今年春天要去市政稅5%，有過600萬戶，平均一年要加納100英鎊，大概就是台票3600。稍瑞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為了救地震的災民，敘利亞總統是答應予聯合國物資過境，送去反對派控制地區。是敘利亞大戰以後，雙方頭一擺達成協議。上尾是《華盛頓郵報》，美國的密西根州立大學昨暗時發生槍殺案，至少3個人死亡，當局對後來人員發緊急避難令。英國《金融時報》指出，這幾年是有幾多10粒的中國軍用氣球飛來台灣附近。咱的國防部回講，咱附近多數的攏是氣象氣球，但是氣球越近，甚至是進入咱台灣的領空，就甲美國共款甲拍落來。美中因為氣球對決，早日閣發生不明的飛行物。美國的副國務卿甲日韓的外交高層三邊會談，日韓是替美國甲氣球拍落來，嘛閣再強調講會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中国侦察气球引起美中关系紧张，美军少年线架不明飞行物拍落来，12又搁伫密西根州的天顶出现。美军出动 F-16战机，发射2粒响尾蛇飞弹，才顺利拍落来。根据统计，这是美军拍落来的第4粒。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针对真侪气球出现伫北美天顶，认为情况真严重。Because we've not been able to definitively assess what these recent objects are, we've acted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to protect our security and interests. Obviously, there is some sort of pattern in there. The fact that we are seeing this in a significant degree over the past week. 杜鲁道表示，要伫3月会见美国总统拜登的时阵讨论相关问题。中国一直抗议美国甲气球拍落来，也互美中的关系更加紧张。美国副国务卿雪曼伫华府甲日本外务省事务处官申建良、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宪东召开3边会谈，日韩挺美国捍卫主权。会后声明强烈反对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雪曼是讲，会联合世界友伴对抗中国破坏南海、东海稳定行为。美军完了采取实际行动，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加美金岛号2车舰队，在伊伫南海展开远程打击部队联合演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传出考虑要伫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阵会见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不过美国国务院讲目前无这个规划。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甲菲律宾的船又搁伫咧南海起冲突，菲律宾的海巡署是指控中国的海警船挖进骚扰因的船，搁用军用的镭射光照军舰，造成几落的船员目睭失明。菲律宾是批评中国侵犯因的主权，不过中国的外交部是讲，菲律宾非法走入去因中国的海域，海警只是依法办代志。这届起冲突的地点仁爱暗沙伫咧2016年的时阵，南海仲裁案就已经判定讲中国无权，主权甲管辖权拢判予菲律宾。咱台湾是用对话方式继续咧争取，不过中国毋但无承认判决的结果，搁定定用执法做理由侵犯去迄块海域活动的船。去年3月，咱甲菲律宾伫遐咧联合海洋研究任务的时阵，中国就捌起来。中国侦察气球的争议还未落幕，又搁伫咧南海菲律宾来伫海上做骚扰。一只菲律宾的海巡署船舰马拉帕斯加号，初6个尾暗仔边伫咧南海仁爱暗沙来执行协助菲律宾的海军运补任务的时阵，去互中国的海警船来逼挖来。要求讲，该改变航行的方向。随后，中国的海警船搁2摆对菲律宾的船只用镭射光束来甲照，造成有几下名船员伊暂时失明。菲律宾的船只上尾防压迫国爱驶离开去。代志发生1礼拜后，菲律宾的海巡署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海警的行为是侵犯菲律宾的主权，并且透过外交管道甲中国抗议。这已经毋是菲律宾第一遍伫咧海上的骚扰事件，甲中国提出抗议。不过，中国同款是煞咧来干涉菲律宾的海上船舰，嘛不止一摆用镭射光射来甲人照。这边代志发生的地点仁爱暗沙。台湾、菲律宾甲中国拢主张讲有主权。2016年南海仲裁案甲判定仁爱暗沙算是假条关地，中国无主权，主张这是伊的所在，所以这个甲判伫咧讲是菲律宾专属的经济海域，甲裁定的结果是菲律宾的管辖权。相对，咱国是主张用对话，若中国因是煞咧伫咧海上用甲人压迫做执法为名，对其他的船舰来做压迫甲骚扰。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2月6日，菲律宾海警船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仁爱礁海域。中国海警船依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维护中国主权和海上秩序，现场操作专业、克制。台湾的海洋科研船雷震号，伫去年3月，捌和菲律宾来做联合海洋研究任务的时阵，嘛捌互中国的海警船来相对甲骚扰。菲律宾吊见中国的外交官表示抗议，咱国的政府嘛对这来做严正的谴责。不过，中国的骚扰行为并无因为安尼有小可收敛甲抽卡的现象。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今仔日是2月14，西洋情人节，节男男女女拢会传礼物送予心爱的。不过，除了玫瑰花甲巧克力豆，今年菲律宾上界流行的是这菜色花束。花束用的材料全部拢是会当摕来煮的菜。
咱甲看有葱头、有蒜头、有토마토，实在是真趣味。有民众就讲这毋但足机卡，阁会当摕来煮，无亲像火炕、规炕啊，就冷气，实在是足拍算。另外，克罗埃西亚有一块岛，伊的外形就亲像一个爱心，有人甲伊号做爱情小岛，当年都有真侪观光客来翕相。即马红城这个爱心小岛已经要拍卖啊！而且讲这价销是已经花到1300万的欧元，等于就是4亿2000万的台票。咱做回来看。伫菲律宾西洋情人节买玫瑰甲爱心玫瑰也无稀罕，今年上流行的是菜色甲青花花束，也有红青番茄配芳草食物，也有这款葱头配青토마토甲蒜头花球，创新的组合形成真水效果，互过路的女大学生赶紧摕手机来翕。Pero ito hindi ka masasayangan kasi after Valentine's you can use it for cooking. 今年1月，马尼拉一对新人甲介绍大客葱头加做花束礼物，人客早转厝也会当省菜钱。婚礼记招也引起大家讨论。店主就顺这个势，除了葱头、番茄啊、莲藕嘛有，上贵的蔬菜花一束爱新台票810块，比玫瑰也是俗300。今年也阁加这种纸票的花束，情人节送礼有无共的浪漫。克罗埃西亚的加勒斯恩杰克岛有爱心外形，真正会当讲是爱情小岛。岛上无饭店、餐厅这个娱乐设施，毋过连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拢捌去佚佗。当年嘛吸引真侪情人游客来遮翕相拍卡。即马即座伫亚得里亚海的小岛准备要卖，价销是1300万欧元，相当是台票4.2亿。中介业者是讲，意大利财团提出岛上要起教堂、餐厅、甲娱乐中心的具体计划，毋过介绍一直讲袂罢。当地政府答应要全力配合开发，敢若希望爱情岛会当拄到有缘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咱投资者看到奇卡的情人节花束，即摆来看美国更较特殊的情人节活动。美国有动物园是推出用查甫朋友称女朋友的名，甲家雀鸟鼠号名活动。这款家雀鸟鼠毋是要摕来做动物的，是要互动物园的动物食的。动物园是用这款趣味的方式，搁要互民众小偷怨愤的心情，消灭过去不好的回忆。情人节无一定是甜蜜的，对某一寡人来讲，可能是心痛，会受到顶一段悲伤的感情。为着安踏这也未惊出失恋心情的人。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动物园推出 Crimea Cockroach 类流生长的活动，互心碎的人透过观众，自由甲家雀或者是其他的活体饲料号名，甲悲伤甲无好的记忆，对这个家雀进入园区动物的消化系统内底，好好吸收甲消化，成做成长的养分。You can purchase by donation either a $5 veggie, a $10 cockroach, or a $25 rodent. And you might be asking, why would you want to purchase one of these? Well, you can then submit a name that we will name it after, and then feed it to one of the animals at San Antonio Zoo. 园方表示，就连食素的人嘛会当参与这个活动，会当买菜色提供互长暗鹿、地鼠甲河马食。其他大部分的选项拢是动物园称在看的活体饲料，亲像家雀是虎鼠甲杜丁等等上爱食的物件，因为鸟鼠一般是摕来饲蛇。这个活动从2020年开始举办，园方讲去年收到8000笔的观众，有为美国50个州来的，也有其他30个国家，拢总募到8万块的美金，差不多240万的台票。情人节另类的商机，想袂到效果是袂歹。滨州的利夏伊好国动物园嘛推出 Back Off 情人退散的活动，互民众自由甲杜丁号名来提供互其他的动物食。伫直播当中，甚至还会用走马灯的方式来处置甲互食掉的真人的名单。And why not help us support our conservation by helping to feed our animals by purchasing a cricket named after your ex, very appropriately, of course, on Valentine's Day. 利夏伊好国动物园表示，这个活动是3年前为了因应 COVID-19 疫情营运的损失，推出吸引民众参与动物保护的计划，因为效果袂歹。去年甚至还佫增加会当互人标的项目。标到的人会当独家看饲墨西哥灰狼伫食物件的转播，成功伫小月当中募到一寡资金。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法国的尼斯嘉年华今年是150周年，咱台湾嘛有团体去参加，有加上舞蹈会的济下厉害的团体。公司台记者嘛专工去法国采访记录，咱做回来看。
嘉年华等来庆祝150周年，这是世界上第3大的嘉年华。加国有形起行，今年年初嘉年华的主题是国王的宝藏。台湾团队由嘉奖现代舞会艺等等下令协会艺术所组成的团队亚洲珍珠，目标伫咧这个时阵来行就中央舞台来接受观众的欢呼。C'est une très belle performance. Les costumes étaient très jolis, les danses aussi. On n'a pas l'habitude de voir ce genre de danse en France, donc c'est très plaisant. Super, we love it. We enjoy every moment. 仲邀请全套新旧发起业力行上国际舞台，甲传统的台湾民俗搬到世界舞台顶端，展现予国际游客来欣赏台湾的水。阮用的情况拢有参与内底，包括速车、八卦，就是讲有参加这，拢嘛是真紧张安尼啦，嘛是正统的嘛是，阮拢爱保留伫内底。嘉善洞的北甲奖是高雄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这回伊嘛和下令协的团队来合作，甲传统和现代结合，展现台湾正做亚洲珍珠，设立起但是更雅雅的风采。以上是公视台语台记者尤维珍和林坤明伫咧法国尼斯的报道。伫网络卖物件出名的公司 Amazon 开一间子公司 Zoox。设计自动驾驶的客停车，这款自动客停车的原型2月11日已经就路测试。加州中部的福斯特街路出现一架造型真特殊的小轿车，驶到定点了后，乘客小连续落车，这个全部拢是乘客，也就是讲，这架小轿车并无驶车的人。研发这架车的公司是属于网络购物大厂Amazon的子公司，合作 Zoox。这嘛是新型的自动驾驶车的原型，头一摆驶去一般的车路。Zoox 这个名是为简单的细胞生物通风海草来的，甲海里的漩涡有共相的关系。所以 Zoox 公司研发的自动驾驶客停车，嘛强调使用环境友善的应效能源。双头并行的测试工作为去年开始进行，自动驾驶客停车先伫咧封闭的测试场接受试验，也若有按所谓 L3架构的风电休闲旅行车，先伫咧旧金山等等的所在，伫遐的车路收集各种的行车资料。The L3 architecture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mimic that of the robotaxi. The goal of the L3 is to collect as much data as possible with the same architecture that will be on the robotaxi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amount of work from one platform to the next. So by validating on these Toyota Highlanders that we have on public roads, we're able to collect that data, validate, to build our confidence that the system is operating as designed. 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